翻嚟節目時間啦，我哋成日都話經濟不斷經歷一啲循環，呢一節就講下啦，究竟下一個全球會經歷嘅危機咧係啲乜嘢嘅？咁啊講下啦，之前咧就可能咧話原來啲危機咧都好似有一個次序咁樣嘅喎。有，通常咪爆個匯率先啦，90%都係㗎啦，即係一有咩冬瓜豆腐嗱，你睇97年嗰次啊，亞洲金融風暴啊，咩出事先咧，梗係啲匯率俾人懟先嘅。因為以前咧就好多國家都行固定匯率，其實而家都係嘅。而家好多國家都話自己唔係行固定匯率，包括我哋附近嗰啲國家冚唪唥係話自己唔係，但實際上就係嘅。嗰啲叫做 dirty flow， 即係其實話唔想俾人哋有干預匯率嘅感覺，但係實際上個個都喺度干預緊自己，包括日本在內嚇。咁啊，好啦，如果你嗰個匯率咧唔係按市價浮動，而係傾向掛咗某啲大貨幣，美元有歐元有乜都好咧，你掛到咁上下咧，就肯定係會有 real misalignment 嘅。咁啊，總有一次咧，就有啲炒家覺得你好啦，貴得夠啦，可以將你懟翻落去啦，咁就嚟一次匯率嘅危機。咁同埋匯率咧係所有嘢所有即係叫做反映得最多資訊嘅一樣嘢。譬如股市咁，佢可能反映企業盈利債市可能反映借錢嗰方面，但係匯率咧佢係基本上反映晒所有資訊嘅。咁所以如果有咩事有咩風吹草動咧，佢係最容易蝦嘢嘅，佢係最先有反應嘅。你睇好多時股災之前咧，都係啲匯率有事出嘅。好啦，咁匯率出咗事之後咧，咁你其實匯率咧同發燒一樣，係一個symptom嚟嘅，係反映你個經濟體有啲問題，有病。咁你個經濟體有咩病咧？就通常一係就可能股價偏貴啦。嗱，如果股價偏貴，咁啊嚟趟股災，咁就搞掂啦。咁就即係跌到一鋪碌，跟住冇事。咁但係如果唔係股災嗰類，唔係話啲嘢偏貴咁簡單，而係啲人借到資不抵債，或者啲企業借到資不抵債咧，咁就開始有企業要執笠啦。咁咧呢個就債務危機啦。企業債啦就變咗。企業債危機咧，其實以前咧好多新興市場都有嘅。咁如果企業債好多企業都有咁嘅問題出現呢個問題，債務危機嘅問題咧，咁最終係點咧？最終就銀行蝦嘢啦。銀行係百業之母。銀行就借錢俾企業，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叫做賺錢嘅模式。咁如果好多企業都執笠咧，咁啊啲銀行都唔使玩啦，都可以騰玩完啦。咁銀行唔掂之後咧，就到可能成個國家都會。銀行唔掂咧，就你睇美國上一次點搞咧，就係一定係救市嘅。以前香港海外信託有問題咧，政府都出手啦。全世界嘅地方咧都有一個叫做共識咧，就係 lender of last resort， 即係如果啲銀行係有問題咧，最終政府最後一隻手都會出嚟搞掂佢。咁咧就政府如果攬得太多銀行嘅問題上身，如果銀行出現危機，政府攬上身咧，咁最終就政府嗰個債務好唔掂啦。咁而其實我哋而家咧就慢慢步入呢一個狀態，全球好多政府咧。就喺過去一段時間，咁當然咧有啲地方有銀行嘅危機，有啲就冇。咁有又好，冇又好，嗰啲政府都係又好，唔係又好咧，都放晒水啦，就救晒佢哋先。咁總之救企業又好，救銀行又好，而家咧就救咗人哋，就救唔到自己。咁好多主權嘅問題咧，就慢慢會喺呢幾年會浮現出嚟。咁主權嘅問題浮現出嚟咧，最終係點咧？最終係一係你節衣縮食啦，還錢啦。咁呢個就正路嘅做法，不過有抗議嘅喎，即係 unwind 啦，所以 back to normal。咁但係呢樣嘢咧，喺一啲獨裁嘅國家咧，都仲容易行。如果喺一啲先進嘅民主嘅體系咧，就好難嘅。你要全人類同你勒緊褲頭咧，咁佢又不如推翻你嘅政府好過啦。咁所以如果有政府咁做咧，佢都係即係等於政治自殺。結果佢可能都係俾人推翻咗，有一個叫做福利派嘅上台，繼續之前嘅錯誤嘅道路。咁結果咧就個債務就越滾越大，個財赤就越滾越大。咁點收科咧？咁你唔係行翻轉頭啊嘛？唔係行翻轉頭就節衣縮食，就係一個長時間嘅衰退啦。咁你唔係一個長時間衰退咧，就最終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咧，就一係就唔還。default 一係就還，你要還咩？
我印啲印俾你啦嚇。咁誒兩個方法，一個方法就 default 就即刻唔還，咁嗰啲就死得啦。係。咁嗰啲就會造成一個另一場危機，就係一個債市嘅危機，或者係一個貨幣嘅危機。因為如果你個政府諗住唔還錢嘅話咧，你即時間嗰啲債券啊、貨幣啊冇人要噶啦。掟到唔清唔楚。咁如果你係諗住還，但係諗住長印長有，慢慢印俾你嚟還咧，咁個結果就好簡單啦。教科書有講噶啦，銀紙過多於你個實體活動嘅需要嘅時候咧，一定有通脹嘅。即係咁就變咗係一個大嘅通脹潮，長嘅通脹潮，甚至有一啲係唔係頭先所講嘅惡性通脹咁簡單，係一個超級通脹，即係好似以呢幾十年嚟好多一啲新興嘅國家經歷過嘅一啲痛苦嘅經驗，即係講緊唔單止係雙位數嘅通脹，可能講緊3位數或以上甚至幾多億%嘅通脹都有。現在世界上都有，津巴布韋嗰啲就係啦。咁啊現時嚟講，我哋其實經歷緊咧就係邊一個係咪即係頭先你講啦？主權債務危機，我哋譬如見到咧上個禮拜嘅時候咧，愛爾蘭同德國嗰啲10年期債息個息差啦，同埋個 CDS 個日價亦都創歷史新高，係咪就呢啲反映緊其實都係有一個主權債務危機？你講嗰個 CDS 咧係主權 CDS 啊嘛，一般嚟講係5年期主權 CDS 啊嘛，咁啊即係講緊主權問題咯。咁呢個主權問題就即係話俾你知，而家呢班政府咧就爭好多錢，就準備唔還或者準備印鈔嚟還，咁你就睇下佢點做啦。如果跟住落嚟嗰幾年佢係準備唔還，咁一定有先氹噶啦。但係啲到期嗰啲又唔諗住還啊，或者係詐詐諦諦咁即係好似早輪嗰啲希臘嗰啲咁樣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開始印鈔啦。咁印鈔你亦都睇到嘅。有 M0、M1、M2、M3，咁你咪睇下佢啲數字咯。如果係咁飆上去嘅，咁你都知佢開始唔對路噶啦。咁佢一定係是但一條路嘅啫。即係嗰啲咩揾 IMF 嗰啲係嘥氣嘅，IMF 幫你唔到嘅，IMF 都係嗰班友搞出嚟嘅。即係 IMF 基本上係都係嗰班烏合之眾合出嚟嘅。咁一班烏合之眾都爭人錢嘅話，你揾個烏合之眾咗去借錢俾你，就揾嚟講嘅啫。睇下 IMF 喺背後邊個揸莊，佢哋會就比較清楚啲。唔係佢揸莊嗰啲都係欠債嚟㗎嘛，所以就係會先清楚成個形勢係點啊。嗱，而下一節翻嚟咧，就會睇下如果通脹危機真係來臨啊，究竟個形態會係點，同埋我哋咧可以點樣去積谷防饑嘅。轉頭見。